婚林县的新住民愈来愈多，经过4湖乡公所甲在地社福团体努力，这个新住民社区的关怀据点顺利来成立。安尼一来，海线地区的新住民的家庭都有一个活动交流的空间咯。尽量将布条甲揪落来，这嘛代表伫4湖乡的新住民社区的服务点正式启用。这本来是中国一个新住民伊的大爱所在，因为希望讲透过自身创业成功的经验来帮助其他新住民，所以讲提供这个所在，带动我们的新住民，好让大家的那个创业路上可以更有伴。婚林的新住民的人数愈来愈多，到6月底为止，已经有16000多人。为了提供好海线地区新住民福利甲资源，乡公所甲社福团体拢真用心。有一个据点，互相交流，以及会当交阮地方这社区来结合，会当创造。这个所在会使提供予新住民互相联络感情，甲办活动，嘛希望讲透过社区在地力量，予新住民嘛会使参与社区大细项代志。